动吃，来做事。来，可可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牛哎，叫那可可，可，可可咬去，可可咬去。哎，都很难水啊！鸦片，过来，表示好事好。过来，我干嘛？冇教，唔要出来教，你有冇来可种可，啊？种牛好教啊，是种公牛嘛？冇种过啊，冇种公牛哦。天都冇试过啊，种牛。那吃这种意思他们呢？干油。有啊，你看几斤天呢？哦，来啊！他一直跟着你，你看。我拿散户咩臭嘅色。对啊，你莫紧点好冇？你大宋啊！哎冇，莫按大宋哎。紧种啊！吹公牛莫按大宋好冇？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吼。哎，一冲一后是嘞，叫我咬到嘛。哎呦，你这有东讲呢，一冲要都夹不卡嘞。来，你看他多喜欢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在人界应该没有受到这么巨大的欢迎吧？真的，我在人界都没有这样子这么。你可以朝牛界发展，吃宽阿嘛就不脆够了。牛啊！好吧，故说来到去那边搞。哈？等他有把好吃的嘛？不是摸来等他吐你。好。黑毛，至少我们今天是吃素，好不好？Don't worry。好啦，落去哦，哥哥，落去，走。来，哥哥，来啊！我请阿爸。李天的啊，过来。来啊！哎，静凯，来，跳架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来，同讲。哎，两个牛的来了。大概你认识佢哦？两个佢来男朋友呢？认识佢哦？没听白听没？跳架你好。可来。老板你好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你知道吗？哦，这里是壮围大埔的牛头狮。哎，我们这边就是主要就是以耕牛为主的，因为我们这边呢，现在大家很少可以近距离接触牛只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提供这个跟牛只很近距离互动的一个方式，这样子。就像刚刚这样子喂它吃饲料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其他互动的？等下可以帮它梳毛。梳毛啊？对。哇好啊，这边有工具。它有毛吗？有，它跟狗狗一样。这边我帮它们梳毛的地方。哦。那牛呢？它们如果被梳得很舒服呢，它头会抬起来。然后它最喜欢梳的就是它的侧面跟它脖子这边这样。哦，脖子。我可以这样梳它，它头会微微的抬起来。哦，那其实跟猫猫狗狗也蛮像。其实很像，对。那它们的撒娇行为也有点类似这样。哦。对。我可以试试吗？可以，慢慢闭上来。眼睛你可以抓它眼皮，它很喜欢人家抓它眼皮。抓眼皮？对。你是说这样？这样帮它这样抓。按摩，我以为抓眼皮这样。我想说它会咬人吧？抓眼。他们还有很喜欢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有这个就是很喜欢翻白眼，很舒服，就是这样。舒服了。对，开心了。刚刚有吃饱又有去运动。老板，我技术不错吧？对，很好。对，这技术太好。但它是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，他想要吃，狗狗会不会对？还是他换一边？给他换边。他说他想要吃草了。哦，他想要吃草了。所以我们等下可以拿牧草来喂他。等下可以拿牧草来喂他，好。这边有牧草 ，OK。我们等一下呢，可以喂他吃东西，他就会回来了。哦。对。那我们喂这个有什么诀窍吗？我们喂它诀窍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把叶子剥下来给他。哦。这样，因为你如果整根给他，他会跟你拔河。哦，除非你要练那个腿力是可以。那牛呢？它一天可以吃50几公斤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哎，它这也太高级吧？它今天天堂。那我们去喂水牛吧。我们可以先喂这但是它会把你弄很脏。它会把我弄很脏？对，它身上都是泥土。你先。有事小弟扶齐了。是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带我小弟来。OK， 没问题。来，崩奇吃草喽。哦，它叫崩奇哦。它叫崩奇。哎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如果故意吊它胃口，它会不会不高兴？它不会，不会哦。你可以这样吊它，没有牛脾气哦。那牛呢？它上面没有门牙，所以你可以伸去给它摸摸看，没关系。哦，你摸摸看。我啊。哎，来了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了。这只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小果子。小果子，它看起来最大哎。小果子，因为它是男生体型会比较大。哇，
我第一次喂水牛哎，买球没踢吧，亲手昆豆呢。你在种哈有昆沟吗？没哎。我们这样喂他们吃完以后，对，他们就整天地里喊摩斯哦。对，它就是他们就是泡在水里这样子。对，这么舒服。等下有事的是我们。有谁有事？我们有什么事？我们要去运动。我们要去运动。对。该不会是运动健将？该不会是要去犁田吧？对，没错。哪里有田？我没有看到田呢。你心中有田，我心中没有田。我没有田。梦田。我没有梦田，我从来不做梦。好，我们现在好，我们现在要运动了，要来牛犁田。这是牛2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是挂你身上的。挂屁呀！那个是等下把它挂上牛的身上，我们等下要用这座那个牛2来工作。哦，这个我也要拉着吗？那个不用，那个放着。先放着。我们把这个套上来，把牛2套到它的脖子上。套到它脖子上。对。它一左一右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套上来，然后把它套到脖子这边。脖子。两斤呐，对，这里丢，按那个啃掉，按那丢，哎，这样把它放着就行了。这样放着就好了。好，那等下呢，我会把它工具绑起来，然后静凯你犁是不是？我们先走。等下我犁，我犁一次，你们犁2次，这样。小心哦，它泥土很多。好，那你们等下一个人来帮我一下好不好？帮我把它抓着，跟他深情对望，这样就好。深情对望。跟他说不要动哦，要跟他信心喊话，这里帮我抓一下。You can do it， 谢谢。右手拿工具，左手拿绳子啊，左往右甩，跟他说够，他就会走了。你看哦，1、2、3，Go， 走了。哦，他会拖着这个工具翻土。呜呼。好，他偷吃草的时候呢，再甩一下。来 ，Go， 走 ，Go。那我们要用气势让他知道要叫他工作了，不然他会不动。来 ，Go，Go，Go， 对，就是这样。Go，Go， 哦。停的时候呢，拉跟他说哦，停，这样子他就停下来了。那回转的时候，我会帮你们回转。这吹奏你们很会。对，就是要用你的身势这样。好，阿伦，速上。来，你会哦？可以哦，就甩，然后不行就放开就好了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跟他说 Go， 甩绳子，绳子再松一点。Go。好，让他拖着你走就好了。哎，有帅吗？天啊，太帅了吧！天选之人，天选之人。养牛哎，还没，让他再走，再甩一下。好，继续啊，再跟他说 Go， 再甩一下。对，甩到他肚子上就对了。嘿 ，Go。哇，你好适合哦。好，准备就拉哦。妈呀！哎，他这样一看就。好，拉紧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换吉娜来哦。换我是吗？换女力士。好，左手拿绳子，右手拿工具哦。好，等下甩绳子。对 ，Go， 哦 ，Go。啊，你想要他用跑的就 Go， 甩3下，他就会跑了。哦，不用跑。他会开启运动模式哦。妈呀！哎，他吃饱了是吗？他中途都不停下来 ，Go， 再甩一下 ，Go， 让他再走5步，跟他说停。停，停怎么讲？我停啊！好，来，我让他回。我也蛮适合的。可以。要不要考虑合作买地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？我们先把牛牵回去，我们等一下要帮他洗澡。好，帮他冲个凉一下。我们可以顺便一起洗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 ，Go！ 好，准备哦，准备了，Go！聊了老牛棚设施呢，他跟完田很累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洗。好，我蛮需要的。很闪闪，不会先睡。没关系，他今天是主角。我们先帮他洗。对啊，要怎么用这个啊？我们等一下呢，用这个哦，这个是喷洒机。OK。因为水牛它是一个很不会自己降温的动物。OK。所以我们需要帮它，所以他们都要泡冲点水。对。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冲水，一个人刷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刷。那它最脏的就是它的屁股，屁啊。屁股哦。哦，这我最会。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他感觉这样有在舒服吗？有哈。他停。要送快嘛。
哎，我觉得你们家的牛都很舒服哎，我们都可以一边吃一边洗澡，要不然就一边吃。对他们现在就是过了那个后农业时代的牛。真的。对，以前农业时代的人不如牛非常辛苦牛啊，哎静凯。对，希望他们过得开心一点。这样很好，友善那个动物嘛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而且这边应该也有很多的那种亲子来吧？没错，有很多亲子跟校外教学会来这边对啊，跟牛玩。我让他们远离手机跟平板，对对对，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生活。度过一点农村生活的。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吧？哎，你好好洗好不好？不要喷到我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他很满意。看很满意哦它尾巴，它尾巴是如果满意度垂下来的指标就会舒，服。垂下来就0分。哦，垂下来0分哦还。要吗？还要吗？要，它洗到不想洗，它就会走掉。他就会走掉了。对对对哦，老板，静凯，我们周案都 C 了，我们做那么多次了，对，是该招待我们一下吧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牛都有牧草吃，了，吃牧草大牧草餐跟牛粪大餐，牛粪大餐，对，这种话你说得出口？特别的特别的。叫跳哪的一群跳架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你要倒水哦，没有啊，来送你转。你送来转，哎，来转一，这快，专业啊！哦，动次动次来做事。哎，翠桂乐团谁是啊？讲出世界东西。对啊，哎我们要吃这个吗？我们要用这个，但是没有要吃。这是什么？？牛粪。牛粪嘛，我没看错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把它拿来当燃料就好。哦，以前的人呢会吓死跟在牛车后面，然后牛屎大下来的时候嘿，他们会准备铲子跟桶子，嘿把它带回家，把牛屎砸在墙上，挖粪涂墙，挖粪涂墙对，做成牛粪饼有对，做成牛粪饼。小的时候好像拿来那个茅草屋也可以对对补对对对对不对对对，然后他就剥一片一片的拿来当燃料这样子。嗯，这是爆米花，爆米我花们今天是用牛粪烤爆米花，哦，这看起来像道具，对，很像假的，像假的很像美食街然后里面的食玩这样那个标然后吃完，那怎么用啊？这个哈，我对们等一下把牛粪这样堆起来，哦像在控头油一样。嗯，对，给你们加加看。要满满吗？要给它缝隙吗？不用，不用吗？要把它焖烧在里面，焖烧在会比较好里面，对，好，可以闻闻看，没有味道。真的哦，对，消化的蛮好的。是不是？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我叫你闻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没有味道哎，要试试看吗？有点想。不要，好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要用那个古早味的火柴来，哦，我好久没看到，你们有点过吗？有啊，当然了，交给你。他一定有，有好，有了吧等一下烧起来，我们有了吧就可以开始扇风了。山峰吗？对我现在是烧起来了吗？对，烧起来。哎，它烧起来还蛮香的哎，对，它就是很像那有一种个艾草天然味的味道。哇对没关系，应该也可以吧？再点个火。对，再点个。玩大会啊，好了哟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可以，秘密武器，噔噔噔噔噔。火熄了，火熄还有了，还有救，还有救吧。还有酒，还有酒。你看它现在牛粪已经烧起来，烧起来了吗？对，在下面有红红的红点，所以它只要再加一点火种就可以了从下面那个洞，对往洞扇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可以烧起来？可以可以。哎呦，飙了，韩，请让让，不然没翻。你让我来好不好？你这样我们到天黑都吃不到爆米花。哇，手酸呢。喂，哦，起来了，有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哦，呜呼！好，这样等一下就可以烤了。现在可以了。可以，我们把它放上来，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轻扇就好，把它压上去就好。吃个爆米花也是蛮累的呢。对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，以后每次去 Seven 买爆米花的时候，然后心存感就激嘛。自己抓一头回去生活。我就会记得我曾经用牛粪爆过爆米花这个故事那等。下外带牛粪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你要外带牛粪回家？上次有人外带回去露营当蚊香，哎，可以它它哦，烟很大，它还可以驱蚊。可以可以。哇，它很棒哎，烟很大它好万用哦。我还蛮适合，我上一辈子可能是在帮人家熬中药的人，李时珍吧，差不多。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李时珍就是我本人。它好像慢慢的滚了嘞。对滋了。那我们在那个等待的时间呢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先来吃点心。
点心，对，旁边这个吗？哎对，我已经被熏到看不到了，它是什么？对，等不及了，那个是牧草豆花，牧草豆花对，所以我们的豆花它绿绿的，它里面有加牧草汁在里有点面。像蒸蛋哎。哦对，大家对，牧草茶碗哎，还有珍珠哎，对，可以试试看这。是牧草珍珠。嘿，不是，那是一般珍珠。好像真的有草味哦，对，它有草味，这跟是刚吃那个饲料的感觉我。们跟 Coco 吃的是一样的，没错，草，这是你们刚不然刚喂的草五都是拿去炸的来自同一，个地方。没错。嗯，干苗是哥，청안용嘅天妇吧，冇啊，冇，咩ที่แบบ是哦。嗯，你好吃了吗？你好吃天妇吧吗？当然啦，其实我冇好吃呢，有些唔過幾正有些臭的米线，就是冻皮片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差不多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吃爆米花了。啊，等一下稍微等一下，我来开好了。因为它体验它会弹起来啊，它会弹起。哦哎呦，哎呦，这你有没有标出来？哦，哦，好弹跳。就筷子可以啊。我可以啊，唔會啊，应该还蛮好吃用姜水哦，然後不会烫。唔會啊，懂后吃，感觉好像也可以加在这里，只有你要试试看，赞不赞？哎，哎呦，不错哦，有那个草味啊。精华是不是？双重享受。哎呀，一秋周的带一点走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可以有吃又有拿吗？可以，周的哈，哎，精彩，没问题。全部拿掉哈。啊，对，全部带走，这锅碗瓢盆连锅子都带走。都带走，是不是？啊，大便也要带牛尾可以牵走吗？跟牛比较难，也要绑在车后面。我们都有感情的，Coco 跟牛王我们都有感情。可以，我等一下把它带上车，真的哈我。帮它系安全带。我等下地址留给你。好，OK。吃轻吃轻，你不会吃到一冲来到越南吗？你嘛敢哪样人穷下底啊？神当风，你老东爱凶，拢奇怪呢，奇怪呢。懂浪漫呢。嘿，这拢慢的吧？有些奇怪呢。弟弟，他爱上会冲嘅，我那嘛，你马他发起。伊较重又伊较有带力嘛。伊咪真经懂太假了吧系啊系啊。还有给暗示朋友，这是不是虐待童工哎呀，啊？弟弟做的也没问题啦。哎，弟弟，弟弟应该不会翻船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啊。有翻过吗？这艘船完全没翻过。哦，哦，这艘船完全没翻过。所以别的有翻过。但今天可能是第一次。对，喂，别，你不要乱动。无。啦，开玩笑，俩40公分啦。哦，系哎呀，你看你根本也吞了宜兰好高嘛，哦，懂吼，懂。好亮吼。无安尼。一折损就可以是运通嘞。懂巧嘿嘛，哎，你全部都迄个上司底不会多人，根本会拍不的。不是今天立马懂葱油了哈。哎呀，今天就是带你不用出国，也有到越南的感觉。这个越南风情，越南风情。湄南河风情。嘿嘛哈，一冲油哈，一定辛苦喽。这可以往这我那里们可以自己看，大概滑就可以看到龟山岛。龟山岛，哦，就是那个云南云，那个是龟山岛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啊，哦，所以那边是海边哦。对。哇，你们这边很棒哎，难怪吹来的风有咸味，我以为是我的眼泪。后面，亮群，好你今天机会来了，哎，你要秀一下你很 fit 的 body 啊，高英爱玩那个百战百胜哦，你那一身肌肉对不对？那一块肌肉应该要露一下吧？这个啤酒肉，啤酒肉，啤酒肉啊，等下我来度一下嘛，度叫一下，赌吗？度个碧水啊，都是划船啊，你跟我们爸俩算哦。系啊系啊，好啊，看慢你看夹啊，呀，赛船啊，赛船，哎，应该树某封边呢，我们不要比这个吧，你这样不公平啊。好啦，输不公平啊输的就7分就好呀，啊，养的嘞，养的就冇嘛，像你喝饮料啦，像你是和牛，哎，五和牛吗？够100周的吗？像你是个黄牛啦，水牛啦，够牛毛啦，快反正我们要爱护动物，好不好？哎爱护动物，莫然后来告一下。浪泉拥矮啊！我是神拜，哎，等一下，叫跳哪的去请跳架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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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边？哎，东南呢？哈？冇简单呢，也冇简单呢。其实东哎呦，简单啊，盲眼做的一爬两船的，系冇？疲软呐，爬两船。
哎我要加速喽。好啊，你加速啊。哎呀，有些电影敢莫搞啊，好不好？莫搞了，你们要搞，莫搞了，你们要搞水。莫搞了。哎，唔过以后搞呢，系啊，你敢有枪给杀的？啊就迄啊，就冲王美强用啊。真的哦，你看你有冲王美吗？懂枪呢。哎，哎，你要跳水哦？没有啊，试一下这个。你要跳水吗？邓云江，哎，你真的改？真个啊，真个啊。哎哎，做点当头嘞，哎，来送你转。你送来出来。等下，声音调诶。看慢线先落水，好嘛？哎，我转去，超快，超快，转去啊！哦，好了，那这样是后事的啦。好了，落去了，靠岸了。好了，来，女王请上岸。拜见关夫人。拍掌。你好，哟，跳你好。哎，你根本来是关老爷休闲农园，哦嘿。入边关夫人，哎，你甲我讲迄嘛？官夫人，关夫人，卖骗人啊！没有你公干，公干，唔计冲点伊冲虾米关呢？公干唔喺做凤做，我哥都公干稍微抢有中风走，哎呦，系啊，哦因为后面公干的地主就冲嚟啦，操，因为冇欠钱呢，因为我家哥来宜兰鸦片种哈密瓜，过来种番瓜，古送我的同个哈密瓜结合 DIY， 古送压下来哈。呀，米浆，嗰个糖，嗰个盐冰的多木的多哈，全部都阿姨，嘿，全部都阿姨哦，胶的，哎呦，哦，较太啲得，我喷气了哟，熊大哦，哎呦，有拉太哩冇，拉做的，做么大手，对，搅拌，拌给你啊，拌，改是的米酒，我加酒呀，我加了几多，随便的啊，色就好呢，哦，唔可了，用的就唔晓煮菜的，系冇。袂啦，那公关员请好煮菜。干黑，搅拌均匀过后啊，哈，就不用一时的，都给干的大方，好，安尼一时的，好，行我加就错嘞，我也没空用啦。夹俩的嘛，夹伊落，按用较好用，一层两底哦，按用遐，炒， 20摆东姜嘛，可能，因为银姜就摆多姜，太低嘅。杂啦按用遐，安尼就做来加米酒，哦，米酒出汁的，盐，按用有拉的吗？做得了啊，做得了嘛，做唔得用会发酵，哦，起效，然后加嘞吼，它会起效，你就直接，如果不点就说臭唔臭用啊？比如讲我团的清点你嘛，今我团到脆果啊，菜糕啊，东不点啊，脆果啊，按用做得不？香的咩？那香，哦，动熊嘞，动熊嘞，米酒调咧，米酒调系嘛？料理米酒，对，你那干呢？你先慢慢来哈，加，等下就做得干的改去了，改去了，也做改去了嘞吧？佢含因为叫我发酵，唔係香的咩花叫我鋪出，我做好嘞，东姜嘞。啊，俩做煮嘛东西好吃嘞，煮雞湯，俩做做鸡汤哦，都好吃了，真的哦。有嘅那哈密瓜香，哈味就错嘞，哈味的鸡汤，做得整個肉眼哦，绞肉，葱瓜肉，唔过个哈密瓜，嗰個整嘅，真的啊，做湯咩做得？哎，你根本做得吃到吗？等下我搶那都是搶哦，你之前哦，你之前哦，好，有做的，炒，来，試看啦，干杯，哇，好什麼？好好吃啦，好俩就会调下做给哈密瓜嗰種煮出來嘅雞湯嘛，懂啲嘅呢，
冇违和感的。想象不到哎哈密瓜煮出来同红火生。哦嘿啊，冬天呢，嘿啊还有加其他还有东西吗？干嘛该反瓜哦？就哈密瓜听听，这个就是哈密瓜，你看看有几多？哎，人家都那条嘛做的种花，哦三上耶以后就会有很诶。漂亮，超毛。嗯，嘿啊，东江那是看呢？这款的。按顺通两本的买。呀，迄那就甲他做的 DIY 嘅，佮迄张做的，呀，迄已经3张嘅以后的成熟的，他感应就是种吹跳，他感言的精神就较上腔。熬姜出自己10年，冇大宋。唔是改变。大手，做的呀，做的做餐前用的，做的呢做好嘢就种一罐一罐的。你顺通人看到一罐，你还买？你还买东西？蜜饯是可能，哦，你还蜜饯哦。见。是可能，是可能。嗯。然后是它有一种焦香味，对呀。红米，红嘅米是糖用味一。样东西做的煮咸，做咸的煮鸡汤，做甜的就变蜜饯。哎，俩好吃呢，系啊，牙没不喜。酸呢，好吃啦。牙没鸡汤咩好吃？开胃啊，那种。但它用其他东西来煮吹，哦，那今晚煮好吃本事，真嘅。真的啊。有要鸡头后生嘛？你都为我是啊？可能。有鸡头后生嘛？唔敢讲。你知道他夹掉的吗？嘴巴要讲，你动作手也要动作啊。好是。用慢的啦，因为俩行清气小小的时间，你会同记。做点么啦？速冻人，速冻人。你按你个香米就出来了。香米出来了。那你做在这里啊？做的啊。哎呀。马上开花就这样，上面撒爆米花而已。哦，这样的呀。这样的呀。那你还没会做。动次动次来做事。我跟你说，昆天养嘛。昆天养花，看买别的，两个做衰好吗？做还件事啊，但是冇好做嘞。我同你讲，今日俩透出来特别松本的，非常吉利，一路发，马松葵发，哎，系嘛？有嘛有，因为已经叫这种落马嘛。鼓手还有一种转西本马松葵发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松江落马。来，我同你讲，你先同我听数一下。俩马铃薯煮好嘞吼，马铃薯应该蛮白还咸的嘛。我用我本水底杯煮个皮，啊，用我2本底杯煮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准备一下。哦，很难哦。人。东边，哎呦，水东边嘿。真紧呢。真的啊，拜托一下，要煮出来你好冇？你还记得你有蛮认识的。终于天台啊，你们来主持节目。天台。广播节目噶。系啊。系啊，嗰時間係喺呢邊做事啊。做埋成有啲做事。有啊，就做嘢下半年啊。哎呦，我就看你嗰邊看個 YT 聽聽呢。哦。還有煮嘅話。對。誒，講到兩真有感槍嘅呢。誒，你沒有感槍嘅啊？我做埋感槍。然後聽書做廣播，然後。然後係聽書做廣播，哪兩時堂啊？聽書做廣播啊，有啊。出師傅。係啊。我有出過什麼茶包嗎？有喏，當然。有。來，然後出貨嚟啦。哪兩時？唔記得咧。你要講出來啊！你要給我改進的空間呐。哎冇，你說他夾掉的冇？嘴巴要講，你動作手也要動作啊。好，是。用慢的啦，唔係你要用得底杯度，吃只用得底杯度還用吧？咩動人啊，手會痛啊。哦，因為倆行清氣小小的時間，你會痛記。做點麼啦？速凍人。馬松開發哦。好食。哎，你馬鈴薯先不用那倆有冇？哎。要加些鹽，先同佢給搗碎一下。搗碎。好，還有好高。嘿，然後高哈。好來。用差不多變成泥狀的時候，幫我把奶油加下去。好。來，做對了呀，來呀。鬼粒可以嗎？整個丟進去。整個丟進去啊。不用客氣。哎，你就會用你根本一周嘅食材來做炊，把這個爆米花啊加到袋子裡面。哎，你個香米就出來了。香米出來了。那你做在這裡啊？做的啊。哎呀，馬上開花就這樣，你上面撒爆米花而已。這樣的呀。這樣的呀。你還沒會做？哎，沒咁簡單。啊你。沒啦，那有可能我廚神呢。油怎麼？所以我就等一下淋上去啊。
你知道就是做一个爆香的动作。我会炸哦。会啦，会破啦，会破啦。你把它弄均匀一点。好了，你同来天数，然后用好不好？好嘞。你同来俩，这个把它压碎一下，俩爆米花。沙律我们要有一点 Thai style。加两下嘛，加点什么？椰奶。哦，没太白粉哦。嘿，先加一些嘞。椰奶啊。系啊。你当吹鼓呢？无同志，哪能叫条去亲条家？爱讲牙吹鼓啊！正要感谢俺南记得给两时在天头的时间啊，同公公嘛来帮。你就很爱去参加去嘛个闹那大擂台啊？不知吧？你张奎是的时间啦。这时间忙张英是的时间啦。忙到我团啊！忙到我团嘛。这时间呢，想我去甲搞。你去甲搞哦？啊，后来搞唔起来，就是你我团。错。系冇？哎，错。咩因为俺用的关系啊？南记得你跟勇士同来讲你轻松的教音哦。哦，系啊。哎呀，我就问讲，你不卡都没钱吗？很好啊。哎呀，你就讲唔会啊。你有嘛事情我会照顾吗？系啊。冇乜压力的。哎呀，那干嘛不玩？黑冇？是不是我一句话点醒你？真有道理耶。黑冇？其实妹也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一句话，但是就好像瞬间被我点醒了什么事情这样子。点中穴道，还有俩花枝球。这个花枝浆我们把它打开一点，做对了啦。来，把它跟这个玉米放在一起，不用控哈。吃到应该就够加一些了呀。后来就去参加闹热了呀，对不对？干嘛乱丢垃圾？啊，等下这样处理啦。要去黑。你知道有没有破豆吗？庞克，对嘛？庞克就让我走，你错嘞。好啦，既然这样，那反正是你要吃的嘛，我就直接用手了。来做了没？唔怕。唔怕啦吼。怕来啦，来搞哪就挖一个这个小小的没有，捏一个小圆圆的。我们挖一点这个，这是花枝浆，把它包在外面。也不用太厚，因为花枝浆贵，你知道吗？会上去的。对，要沾一点，有没有？这个有花枝浆的部分，沾一点包。我说，你的爆米花还很大颗哎。没懂啊，手很痛啊。你也是很贵公子。后来你参加闹热，你吃到好高吗？就有懂海参啊。海参？懂煎烧啊。煎烧？你会吃到煎烧？你有蛮讲？怎么会呢？我很好奇。咩条程都懂顺利，但係冲到後背。你睇你先嘅細支嘅 TV 冠軍嘛，係嘛 ？TV 上台嘅，嚟用啊，條下用嘢嚟嚇。冲嘅差不多有1年。有年lang必然叫。冲快20集呢。天啊，我忍受你這麼久嗎？我吃到你猜鬧嘢比賽時嘅金鋪東東呢？咁有。有啊。本來就唔會快啊，哎呦。係啊，眼前面喺邊買演下台嘅。係啦，通牙嘅果嘅啦。通牙嘅果嘅。我被衝啦。我被衝嘛，係冇。衝咯。至今還欠我一個道歉。好啦，公司啦。現在你今天要來學習一下嗎？這沒挑食的啦，因為這你就是。我知道，我感覺出來，你就是沒有背啊。就沒有準備。沒有準備啊。忘詞啦。你嗰兩時咩冇買心情，錯冇？酸黑人。酸黑吼，輕鬆嘅就係。比那邊有一些叫的，你比你新的塞子。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的忘詞。唯一一次？你要感到榮幸啊！哦，是這樣嗎？歌詞寫得太好，太深了。我們要下水一次嘍。在我們下水的時候，來一首《燈下烏》啦。兩個蠻血池啊？對啊，你不恥嗎？燈下烏，一切斷氣愛。哦，就安呢，忘詞了。你同金田共用哦，忘词了。你头发姿势不会冲动嘛？给哦，太夸张了吧？玛莎，玛莎，你还唱错，谁的歌？好，不用嘞。我原创原创想改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首真的写得好，是不是写得好？真的，是不是很难记？又不好唱？没错，这样才会拿金曲奖啊，对不对？向你学习。所以我们就拿着骨头一起跳高，这种不会得奖，入围就肯定啊，是吗？是，感谢，真的每次吉娜哦，你就会调试用做一懂签呐，
动钱，追动钱就不会吗？进慢进讲这个了。哪有慢？有啊，你看到慢唔解？慢啊，还恋爱嘅团员都慢。我慢团圆。系啊。那都是慢团圆。人家团圆，但现在就懂。人家团圆比俺做事啊。哦。你事情做唔好，唔是妈妈。你下不会按懂你哦。我不用4条狗，阿吉就不用3条狗，俩不是马吉吗？我要正音就演东吹狗。嘿啊，错误率高达60%哎，我算数是不是有点差？75%哎，没有，俩不是妈吗？蛮享受被你骂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哦。你就是 M 就超嘞。哦。你喜欢哦。容易烦。啊，用做的啦，我做的轻量慢呐。做的。嘿唔嘿？打事情骂是爱。油温要怎么控制？油温就是我同讲了。哎，啊，用就做的啦，影片啊，条啊点的清洗类的火啦，所以它就是用那个中温去炸它，啊，俩火准它太掉位，红给天天的变焦黄，有吗？各位观众，马上开发哦，TVB 的脆骨25盘，哎，真经开发的，真经开发。也就是脆骨5团，1盘散沙，这是我别出心裁的设计。赞。你真的切的蛮大块的。哦，要小的。用菇，有时候就好了啦，反正再怎么样。也不会比但是整条马上来话更糟糕。哎，我一代厨神呢，回在这里了，回在今天呢。对嘛？你要维持桌面的整洁啊！你看你，还有周 C 了哈。你看你这样就是有存在感，有垃圾桶。动吃动吃，快做事。俩拖吹哦，俩就用个你根本下租俩个关老爷休闲农场的哈密瓜中吹来煮。哦，嘿，就董兄给鲑鱼的，就是一个算是台日合璧的一个菜，叫做哈哈激动，激动饭，激动饭。俩油热的啊哈，先不用给用。我葱条嘛。葱条，一起的，那就切好了啦。好，不切。猛碟顺丰共发没做的啦，按同来添大俩好哎，打那个蛋有没有？蛋把它全铺啊。嘿，3炸。嘿，啊，打一打就把它打散，会吗？会。喂，所以讲哦，为什么觉得跟你在一起做菜特别的？有一些随心所欲的感觉。我本来样凶，系嘛？系啊，有一种很 chill，一唱会让煮出让吃酒的感觉，有冇？讲起食菜饭，掠下人吹讲个团啊，有上到要行到掠一铺吗？你先不用顺丰好。有啊。有？真的哦。全部都会挨杀听好的呀。杀听好的吗？一切都在这个正。你说入围金曲奖也是吗？没黑吗？这是我应得的。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这是我应得的。我来一笔钱币要来讲的法。哦。你要不要一直心虚？有时候你也该这个销账的时候，就是要适当的销账。前辈跟你讲的。对。哦，适当的时候也要给自己鼓励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会去那个音乐季嘛？他们都有免费的酒可以喝。嘿啊。一开始会拿1-2瓶哦，一试一试喝一下。嘿。也唔会嘞，他说这是都唔会排斥，你应得的。我就鬼熊那里烂这完。哦，鬼熊烂这完。所以你的成长是在这一部分。对。我讨那部分。不要心虚。啊，不要心虚。现在不会心虚的啦。现在不会了哈，人家一定离婚嘞，还要出去为国争光嘛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说我，本来大家都说我们谦虚，不是吗？我没有谦虚。谁？我们是心虚。我吃到俩还上瘾轻易佛，你对吧？就是你们这种 style。有啊，就点点的呀。对啊，我觉得洋葱可以先下，洋葱可以让它焦化一下。这要切小的吗？嗯，切丁是不是？对，你要这样切。怎么那么难？
什么连这都那么难？要考你要吗？你考一下，拜托。好。这个地先把它切掉。哦。葱要这样切啦。哦。有一些欧洲脏脏的要把它拔掉。可见你真的是君子远庖厨哎。哎呀。冇做错一年。你面硬唔好食蟲嘅呀？哦，冇好吃蟲的哦。係啊。咩做得冇加？炒飯面唔會加蟲嘅。係哦，你天天的切啦。你真的切的蛮大块的。哦，要小的。用菇，有时候就好了啦。反正再怎么样也不会比。但是整条马上来的话更糟糕。有时候就好了嘛，有冇？哎，错。呀，就会吹够精神呢。哎，这就是我为你们的设计。哎，我一代厨神呢，回在这里了，回在今天呢。我跟你讲，日本的冻饭就要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哪个？米令 ，I will tell you。味淋啊。不过在不用俩以前呢，你先来不用给，根本也画龙点睛的东西。哦。调下个调刚用讲俩黑那片落的，能记得吗？新疆哈密瓜。新疆哈密瓜，切泡泡的。对嘛？你要维持桌面的整洁啊！你看你，那有做些了啊。你看你这样就是有存在感，有垃圾桶，水头有垃圾桶，没看到。干嘛做事做一半？是不是很像你妈？你妈可能都不会这样念你。对，我妈会说啊，那直接那个叫外送，直接叫外送哦，比较干脆一点。他鬼气，你同来拿一下酒，酒你应该就很熟了吧？嗯。整罐吗？该。整罐。冇啦。还有做的嘞，有做的。按你就说嘞。有做的嘞。没发。哎呦。该洗洗嘞，没关系，你是这样，再加一点比例。哎呦，做对啦，真香！你冲做对咯。哎，你还很替拜我见的节目。哎，係啊。嗯，應該都有經驗的吧？幾拜啦，沒某公斤多拜，比你多7、8倍吧，大概这样。这篇英雄陈克的黑经验，黑经验吧，经验差不多3月份的时间才给推动这边有一个地景艺术节。跟同时我就被制作单位话术，要从那个台东底个六牙那片青油苗黑马给某那个跳伞那个飞行伞啊，我就被他们就是话术说，要有一个角色啦，要做一个女神这样子。然后女神要从天而降，不然那有可能。你真的是怕死，对啊，可能根本用搞个那个竹筏我都不行，黑某，我从天而降哎，为了要成就一个团队，佩服你，黑某，你知道有多高吗？918公尺，2个101。有竞争吗？啊，没啊，其实那时候心意很100高的时间，不会有一些竞争嘛。不过后来比下来的时间。吃都唔会，因为比200嘛。听100的时间它等一样，听100就会真实演出给你。哦。你就是要准的时间刚好落在舞台旁边，然后马上一下来，一下来就双腿冲拱，就是衔接到无缝接轨这样子。吃豆真的有神明就是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步骤，因为你的葱差不多嘞，你的葱切得太粗了，变葱爆牛肉。对，古手俩先不用下以后嘞，要不然一般应该是切很细的那种葱花放在上面，然后就会本底有些炒有些阴米啊用。来了，你知道有收汁了哦。这个我们刚刚打的蛋最后要干嘛呢？来，最后一个步骤让你闭环，这样打在上面这样。对，要用一个 no， 就是一个日本的。有没有？一个的不够，2个的。喂，用这差不多嘞。啊，你准备好给翻准备好嘛？翻好有。好嘞哈。给副挨副的准备咯。好来哦。喂，全部不用阿姨。呼呼。好嘞，哈哈鸡饭完成。
哎，那 TPF 饮料里耶，哦，来先来吃，先生嘛，马上开花，脆够绝品，对我的祝福就超美了啊！我特别为你塑形哎，是可能哈，黑嘛，祝福还是诅咒哈，就看这一个。然后是的啊，你行不行？你为什么手在你干嘛？鬼两个哦，鬼两个哦，吃瓜拉后吃吗？吃得出我对你饱满的情意，为什么一直抖啊？好吃吗？嗯，哦，比想象中好哦，真的哦，就是好吃啊，很多的哟。这你觉得求你的我团虽然说都长得没 TPA 眼倒，你够有实力嘛，超嘛，黑嘛，才华就会让你被看见嘛，没错，哎，进而进风就会进而进眼倒。鼓手你觉得吃青苔诶，哦，头很重嘛，超嘛，对啊，按呢，你吃到嘞，牛头丝给片，有吗 TPA 英雄成 K 嘞，我就觉得搞个李天呐，哦，因为头摆演员就按你李天的呀，头摆要是翻冇钢铁就冇翻色啦，啊，嗰個牛懂葱油啊，对啊，嗰個點面迄個時間就會，其實懂新度風懂準經。对啊，尤其那種壓沙比超嘛，那會說出來。另外这个，哈哈鸡饭，哎，我直接喂你，这个 ，Be a man。今天开始你是一个男人，你长大了，拉毛，韩文毛，我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变整人节目。今天的地方，哎，你點樣來啦？關老爺休閒農場，其實咩清理開，影片裡董豬有啲2次班嘛。哎呀，這有個醬瓜誒，哈密瓜。哈密瓜醬瓜。係啊。哎，你3年以後就有個醬瓜。哦，是把筋呢？係啊係啊。啊，有鹹的你懂得。哎，個蹦翻東都後呢。係啊，有日式的感覺。對啊。啊，今天滑那個竹筏。竹筏懂我搞啊？讓你下海，用啊。還可以有甘酥豆，還可以這個開花的祝福。用心嘛，哎呀，味道不錯啦。哎呀，這個還可以懂干車啦，就會一吹落就會有安尼變固靈來。咩天數懂到？當然咯。因為研究種嘅sản婦還可以攞來給小給啊。對啊。你之前呢？之前呢呀。那時候還拿翹嘞，那時候貨比3家。哎呀。哎，還哎呦，真的拿出行動的支持你對不對？哎，真的。我買了10張專輯。哦。說到這個，我也買你10張專輯。真的，這個我們就是真的互相了啦。對啊，但是我們成本不一樣。係嘛？你叫咩查單我同埋講幾多錢？但係人哋有你比金票重啊。它一種專輯就有 KV 嘞，對不對？哎。高成本、高製作。還是期待你的那個你的作品啊。新的作品。再創更高峰。再拿一個歌後這樣。希望做得啦，看看。一定可以啊。還沒做本啊，演出不會出事。吃酒唔會賠啊，身體會健康啊。係啊。公司採訪，身體健康啊，係啊，都會健康。我形容啊。係啊。有健康當中有高水啊。啊？當中的人高水啊。對啊，有健康啊，你和100張桌的夠了2片料啊，你再幫我推船，好不好？我在個森林裡面幫你推那個輪椅。會不會？停下來，心變魔出